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各国青年领袖讨论冲突、新冠病毒及慈悲心；达赖喇嘛尊者将发布有关环境问题的新书；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比哈尔邦受灾民众；司政洛桑桑格发布9年任期政治声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恭贺新当选的印度上议院议员。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向已故台湾民主之父李登辉致敬。一名藏人在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前展开和平抗议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8月1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与美国和平研究所组织的各国青年领袖们就冲突、新冠病毒以及慈悲心为主题进行对话。尊者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人类从出生起就是依靠他人的爱与照顾，单一的个人是无法顺利成长的。因此，从这一自然现象可以得知，人类为群居动物。同时，爱与被爱的影响力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人类也更需要为他人的福祉着想。在提到新冠病毒时，尊者强调，在全球化时代，这是70亿人类要共同承担解决，才会共同受益。尊者在回答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青年领袖就如何建议人们应对当今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时指出，我们不能随意消除外在的问题，但就内心世界而言，我们可以培养宽容、宽恕和满足。如果我们培养平和的心态，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保持平静。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对青年领袖提供建议时指出，在旧的思维方式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过去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国家或主权就足够了，但是当前我们需要把全球70亿人类都考虑在内，也需要尽可能多的互相合作，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问题。全球70亿人类必须了解人类一体性的重要性。此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预计于近期将与德国环境记者弗朗茨·阿尔特联合发行一本题为《我们唯一的家园：对世界气候变化的呼吁》的新书。达赖喇嘛尊者在最新著作中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僵局和无知作斗争，为一个不一样的、更加友好的世界挺身而出，并呼吁年轻一代维护他们重新获得未来的权利。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12号致函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向该邦连日来暴雨引发的洪灾中丧失亲人的家属进行祈祷和慰问。尊者在慰问函中表示，我赞扬贵邦政府和所有从事救济工作和提供救济的人们。为了向比哈尔邦人民表示声援，我已指示名下基金会捐款赈灾。尊者进一步指出，印度常年频繁发生洪灾，身为比哈尔邦的朋友和常客，我希望有关政府和机构为此拟定出一项长远性的解决方案。不幸的是，这些规划似乎被其他发展计划而被淡化了注意力。根据印度媒体报道，此次在比哈尔邦暴雨导致的洪灾中有23人丧生，受灾人数已上升至740多万。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近日在完成第2届及第9年任期之际，通过电视讲话发表了一份政治声明。
分别谈到包括全球各国的中国政策转变及其对全球西藏运动的影响、2019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传播及国际局势的发展，以及藏人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司政在声明中指出，随着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准备加强对中国镇压和侵犯民主权利的立场，许多已经从贸易伙伴关系中脱身的国家为世界重新认识西藏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有鉴于此，司政陆桑森格呼吁藏人社区加强团结，并重新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西藏自由事业。另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于上周五8月7号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和境内外藏人民众，向印度国会上议院45名新当选的议员表达祝贺。议长白马琼乃在贺函中写道：“我们真诚地感谢印度人民和政府在过去的60多年的岁月里，为西藏的自由事业所提供的坚定支持。我相信印度人民和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声援。”此外，台湾民主之父前总统李登辉于上月不幸逝世，台湾总统府在台北宾馆设置追思会场，供民众悼念。对此，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于本周二8月11号率办事处工作人员前往追思会场进行调研，并敬献哈达表达敬意。前总统李登辉是长期支持西藏的台湾领导人之一，在他任职总统期间，于1997年与到访台湾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在李登辉先生的支持下，藏人行政中央逐步在台湾成立办事处，为台湾与西藏人民间的友谊与团结开辟了新的路线。在闻悉前总统李登辉逝世的消息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陆桑森格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相续向逝者家属致函，表达了慰问与悼念。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藏人米马次仁于近日在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前展开和平抗议活动，抗议中共当局残暴统治西藏人民和严格剥夺各项权利的行为。据悉，发起这场个人抗议活动的藏人米马次仁，从今年7月29号开始，相续1年，在每周三的上午10点至12点，在中国大使馆前展开和平抗议活动。此外，他还在抗议地点和返家途中向当地民众散发传单，呼吁民众关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以及支持西藏人民寻求正义和自由的运动。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